大家好，我係阿力。今集介紹紅星美凱龍廣場，涵蓋智能電器、高端訂製、潮流家具等大型現代化家居商場。呢度係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萬江街道，係一家主營家具、建材、裝飾材料等產品批發零售嘅家居建材商場。入到嚟睇都幾靚呢度，扶手電梯燈光藍色。估唔到東莞有咗咁多間嘅家居店。呢度擺咗隻藝術熊公仔，呢條走廊都幾長。中間連接住兩邊嘅商場，任你選擇。行出嚟另一邊，而家係下午啦，睇呢度人流唔多，多數啲人與線上平台合作，提升消費者嘅體驗。廣場佔地面積好大，超過9萬平方米，寬敞嘅空間設計，配合明亮嘅燈光同現代建築風格，讓人一進門口就感受到一種奢華舒適嘅家居環境。地下呢度有個裝飾設計，園藝館。呢度好大個露天設計，仲有魚喺度添。地下係石板嘅設計，哇，好靚啊個後花園，仲要係日式設計。出咗嚟睇商場外面嘅招牌，呢度真係有各種建築類，包含系統門窗、高端訂製、潮流家具等，體驗真實嘅居家設計效果。東莞紅星美凱龍廣場唔單止係購物嘅場所，更係居家美學同現代生活方式嘅展示，充滿靈感嘅生活空間。咁隔離都有購物商場喺度㗎，有個遊樂場喺度，影一下先。黃鴨仔啊！冇人玩，唔知係咪未開？細細個遊樂場都幾多嘢玩。今日條片嚟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